新好的董乐辉，大家有期待无？董乐辉就是要食火锅，那呢哦，咱分配工课。无问题，无问题，我分配好啊。探险队，恁就来传遐饮料、肉、海产，好，无问题啊。简单。食的到你传啊吼。好，安尼你就是火锅一点，煮火锅一点。无问题。啊，上重要是阿哥。加速炉啊，煮火锅烧腾腾安尼哦，够好食啊。袂好，就是后日啦。后日啊，传落好啊。来去准备。哇，对啦！今日就是董乐辉啊！咧食火锅之前，咱看头前大声自我介绍，咱是啥物队？阮是东营大猪鸭队。哦，大树鸭队你是啥？我叫做地泽文，泽文，我叫做陈家武，阿武，我叫做王一传，我叫做马祖英。哦，你好，哇，董乐辉，我看大家物件拢准备好，咱来先来布置一下好。啊，麻烦探险队，恁家遐刀啊，甲刷来遮好无？好，注意哦，细腻哦，吼，嘿。好，头前。车来正中，啊，这头前这两箱肉甲海产，咱甲搬起来，吼。来，小朋友来传到敢若真济全嘞。来哦，够气球啊哦！探险队叫恁传的饮料、肉甲海产准备好啊未？好，真好。洪小姐，你的火锅店准备好？准备好。好啊是好啊，啊，不过是毋有较细卡，食半碗就好，莫食伤饱，伊个有真侪细修啊。好，来白大虾，你加速落啊咧。我袂记咋。你袂记你查？你无传，人拢准备好，你袂记你传？是啊，食火锅上重要就是加速咯，你啊加速咯无在，咱火锅就要促销啊咧。啊，唔是啊，我刚刚袂记咋一项，敢有需要讲到遮尔啊？不是啊，小朋友，咱今仔日爱促销，你有啥物心情？真的就生气，这生气生气啊啦！干嘛伊无负责？无负责任。无对啊，你即摆咧抱着这个心态做代志，安尼敢对？啊，即摆想要安怎啦？咱的董乐辉是毋是真正就爱促销，无通好食？无通好食呢，啊，不过你安尼真正袂用的，而且你若是物件无法度做，咱讲好的分配的工课，你若是无法度做，你就要互阮知影，阮会当倒收包啊。歹势，我以后我会改过好无？你交代我的代志啊，我拢会认真去做。即摆吼，我就是吼爱赶紧去准备这个加速炉啊。歹势，拍拍你的心情，我即摆随来去准备。真正是，恁过去捌敢参像白大虾同款，袂记你传啥物物件，也是无负责任的心态，啊，影响到别人。功课无做，功课无做。做。哦，袂记你早去下。啊，老师嘛无法度改，嘛唔知你的问题伫倒。嘿啦，千万唔通啊抱着这种心态，感觉讲，啊差一项哪有要紧，差一项就通会影响到所有的人。是啊。真正是。对啊，啊，不过阵你即摆去摕加速炉，趁这个时阵，无咱先来摕补妆好啊。伊毕竟，咱加速炉是咱唔对，咱无去查。好啦。好啦，啊，就恁先来调整摕补妆，啊，调整了，再来食火锅。再来食火锅，好唔好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힘내가！叫阮的名，即款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安呢。哦，来哦！你敢若看伊头壳顶迄个字，敢若无介好念哦。海念。哎呦，恁敢知影头壳顶是啥物字？考。考。套，吹。哎呦，真标准哦！所以阮即个要甲恁考验的，拢甲风有关系。哇，口风、透风、会风、吹风。啊，恁敢会惊寒？袂。袂哦，冬天也嘛穿安尼嘛。安尼收用啊，啊。伊袂惊寒。干嘛啦？安怎摕到大片？4地通啊摕到1地，8地通啊摕到2地。好，加油哦！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来，来，准备第一位是套。好，哎呦，来，小红，小，再来是哎呦，哇，足好
诶。真准呢。万红，万哦，吹，哎呦，吹过头啊啦，空吹一个过头。烤，好，哎呦，来，红烫，哎，不是烫哦，弟无歹弟。势，等你。来，连米克跟你讲安怎来准烫。备，吹，哎呦，请讲。红，风啥？轰轰，唔知弟哦。弟。好谢谢我给你来，烤，哎呦，来，凉风，凉风。哎呦，哦比较吹凉风呢。这两个，这两哎，旁白烤，好，咁有咧。来，高杠风，哎呦，厉害哦。烤，放手套啦。哎呦，树屉，树头头屉好在，唔惊树尾做风台。哎呀，标准哦，厉害呢。好，滚风，对啦，滚风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落山风，哎呀，我不是别人讲，我是心袂着啦。准备，烤，好，哎呦，来，台风，对对，哎呦，跳啊！背地啊，对的啊。无一样，嘟嘟啊好。来学习一个，哎呦，风挡。红党，风挡就是咱若是脚踏车无风爱灌气的时阵灌风会用的。哇，风挡出来面风挡无？有，还是一只手拍，还是两只手安尼？哦，啊脚骨爱压掉咧。啊，你这里晦气哦。我拢用我拢去修理车，遐讲，哎，借我管一下。对啊，安尼你较巧啦，吼，你较巧，你较巧。好来，咱大路安怎念呢？红毛，风满，红毛啊是毋甲雨满迄个音是共款的。对，风满就是咱咧讲的披风。好，树头徛好在安怎？唔惊。树尾做风台。嘿，咱树头若是栽，唔管是靠风落雨，还是风台天，树尾安怎算拢无要紧，就表示讲咱甲咱家己的根，咱家己的本顾好，知无？来，好来哦，咱来看卖哎，八地对对的，两块大片，是，无收到，对，对好。请提。来，分煞大声给念出来哦。什么？加铁两地啊，好，黄橙。黄橙，我没后面大边啊，大边后边。哦，好啦，第一关无收起，下一关换咱的加油，好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台语上练档，恁仔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看有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答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我保证恁就摕袂走啊！哦，恁对家己来对唔对？头先恁讲你是大树野队，啊，恁对大树野敢有淡薄仔了解？还是捌去参加过因的庆典？有哦。啊，你现场捌看到啥物件？看到这个袂好线的，袂雨伞的哦。啊，其他两位同学敢有参加？我有去，我有去，对啊。啊，恁印象上深的是啥？这个好线的。这个雨伞，真正，迄雨伞变成因一个代表就对啊。对啦，因哦为迄时阵就做到那个啦，透风落雨的嘛。哦，咱问一个，毋是雨伞的，我看到啥？我看到大树叶。啊，大树叶。对对对对，意思是毋是某一天伊会甲大树叶送走，对毋对？就是最后一天。最后啊，因为大树叶其实简单来讲，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你看大树叶顶悬，伊顶悬有一个观世音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观世音菩萨足慈悲的，伊袂讲足歹的。啊，咧普渡足侪人的手的，伊就敢若班长的，伊化身一个较歹的，伫遐看哦，你袂当用手的哦。了解了解伊遐化身一个较歹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原来这艺术。安尼学着哦，毋是干那雨伞尔，还佫有大树叶，对啊观音菩萨的慈悲。好啦，恁尽量讲，
尽量讲就有机会吼。好，来哦，安怎摕到大片咧？3分1块大片哦，6分2块大片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来哦，来第一个题爱咯，讲话哦。来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物件，两个字，会当切物件。对啊，哎呦，水。哦，来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阮兜的老人，恁兜的老人，恁兜还是因兜？查甫的老公，哎哎呦，呦，来，几个字？这个是哦， bonus 来啊，bonus，对，加一块大片哦。三个字， 3个，这 bonus 困难到我嘛讲袂出来。让他讲啊，pass，哎呦，直接甲 bonus pass，是两个字，两个字，是车，是车，机车、伊咧家己足济，家己足多。火车、毋是，伊是通啊载足济人啊，毋是火车，在就多人诶，铁、在就多爱人投诶，钱，爱投钱的，爱投钱的，我，啊无力咯，相信落来，医生，你喙头你要落来入面了哟。啊，体力无够啦，想讲恁药了袂歹，加有药了才好，你嘛讲了真准呢。无的确是 bonus， 啊，毋过恁竟然 pass，迄若是我袂 pass，修因难为啊，真正足困难的。你想看觅啊？敢有？安怎去讲给对方听？无，想有哦？无，pass，无来讲一个看觅。丢毒。啊，丢毒就是讲袂出答案嘛。讲袂出答案，嘿，只好就是丢讲毒。好来，后一个安怎念？客客运，你若拢无想到客运，伊拄则讲火车、火车、高铁，高铁。个体。因为讲是家己做侪，因为我嘛什，么家己做者？我带家己，我家己的公车拢是客运。哦，对对对。客运，无搁通安怎形容？恁即摆已经知影是客运啊？出去耍的时阵会当坐，对，对嘛是会。啊，伫咧家己你若无说哩，就让过一班爱等差不多等一一点钟点差不多，差不一多。点钟一班，因为咱若是坐公车，差不多10分钟就有啊，所以爱时间啊抓就好啦。好哎呀，恭喜哦，2题，无半题大片，歹势啦，爱3题才有啦。拍摄嘛，拍摄啊，阮嘛，秀起来啊，啊后一关恁较加油的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啊，好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汤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哇哦，Just do it！哎呦，来到这关要安怎来摕大片咧？5分有1块大片，10分就2块，加油哦！第一个牌是泽文，足稳的哦，足稳哦，泽文足稳的哦。你平常时敢有特别介意什么色水？白色。哦，白色，安尼第一个题目要考的就是甲色水有关系哦。来，请出题。各位小朋友，咱若是咧画水彩的时阵哦，请问一下，哪色加黄色啊调出来变成什么色咧？哎，有想法无？小想一下，色水就这几个呢，用药的好啊。哎你想看吗色，袂用个头讲哦你。想看吗？你常常看到什么色水啊？哪色？哪色？好，对，对。啊！叮叮，到底是什么色咧？来，请解说一下。哪色加黄色会变成草啊色，就是青色哦。青色啊，若是红色要加哪色吼，就会变成紫色，安尼知影无？我后一位咯，感受会起来咧。真，像你读册的过程，哪一个科目你上内行？无，算你有内行无？你有够算无？佚佗，水，就靠你这趣味题，趣味题甲敲出来。来，这是一个热起来话。温主公啉烧酒，这是顶一句。下一句我有淡薄袂记啦，到底是谢天谢地，还是看袂出来？看袂出来，看袂出来。温主公呢？
你敢知文主公是倒一尊神明？看无？袂当提示。你袂使讲伤济咧。哎，看袂出来，对对？哎，我对，啊，不过你对，你煞唔知影安怎对的，请伊来解说一下。来，文主公就是咱常常咧拜拜，就是关公。啊，关公面红红，啉烧酒嘛红红，就看袂出来啊，知影无？会客家话知影无？运气算袂歹啦，哦，两个选一个，叫伊选到啊。来，请选倒一空，摕分数啊啦。爱健康。这空这空了。对啊，好，just do it。一分， 5分到一个大屏哦。啊，一分！哇，一个赢，一个赢。来，请登去。嘛袂歹啦，上起码有摕到分数哇，对无？第3位伊璇，你平常时间有介意算倒位？无。无哦，无要紧。即摆要考的就是甲倒位有关系的题目。来，请出题。各位小朋友，咱的耍牌号有4种花草，第一个呢是乌桃，第二个是庄仔角，第三个是玫瑰，第四个是爱心。请问一下，这个4种牌仔内底有2个是红色，是倒2个？各位小朋友，咱的耍牌号有4种花草，第一个呢是乌桃，第二个是庄仔角，第三个是玫瑰，第四个是爱心。请问一下，这个4种牌仔内底有2个是红色，是倒2个？庄仔卡，庄仔角庄仔卡，啊，搁一个。爱心。庄仔角甲爱心，确定。庄仔角甲爱心，对，对？哎呦，来解说一下啦。对啦，大家看，咱红色的就是吼庄仔角个爱心啦。好啦，叫你丢去啊，表示你算起来印象搁真深。请选一个，一分呢？摕分数的机会到咯。4分，4分，4分。一分，一个啊。 Just do it，一分。一分。哎呦，你选，哇，你搞喷死的，哎呀！厉害哦！哎，好，摕到一个大瓶呢。是毋是昨晚迄肠病毒足严重的？恁过去敢有迄落辛苦白疼、破病足艰苦的经验？无哦，你足健康的。足好哦。今摆要来考验的是，甲医药题。哦，甲药啊，甲医生、甲看病有关系，来请出题。来，医生有甲我讲过啦，若是发烧的时阵爱食这个红色的药包，啊，若是歹腹肚爱食这个青色的药包，啊，其他的症头爱食白色的药包。啊，我的好朋友小鱼哦，伊10片，借问一下，伊爱食倒一个色水的药包10片爱食什么色水的药包？白色。白色。敢若有认真咧听。我，伊无互你骗去啊？白色。对，对。哇！厉害啦！厉害咧，有认真咧听足认真咧听，而且伊听了想讲，红色还是我敢有伫想，有，咱听白大海安怎讲？解说。啊，因为呢，伊是10片，伊是其他的症头，所以爱食白色的。你知影无？看有机会摕到5分无2分就请选好。，好划算哦。 2分，2分。这个。甲我甲你讲，我对你真正袂歹，无伫咧这边，5分伫咧这边，我都讲到这，你选一个，互你一个机会啦。啊，我一个才有机会啊。你甲输了，我也袂记查，你煞袂记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互伊加一个机会。那冰苦小这个。对啊。一个中一个，选好啊，确定。确定。这坑到底是几分？Just do it！ 足强的呢。是讲我一个机会竟然这好选，好啊，爱放水啊！后摆袂使，真正袂使，真正袂用安尼啊！
两块大饼啊，敢是两块大皮车底啊！上麦去摕。你看我的面拢聊了来，来，啊，两地，爱大声讲出来，你摕啥？妈祖，拢会用的哦。手夹吧，手夹吧好，去打，来，就故意的呢。可以。哇，想袂到第一这关叫恁摕到两块大皮，但是恁上爱感谢的是啥物人？你，哎，就是你感谢你真好诶靠你，我拢无感受到。好啦，保证4块大皮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宝藏嘞，现在搞。来哦，摕宝藏的机会，敢若有50%。哇，恁家己心内感觉摕到啊，摕袂到？摕到，足细声，毋过摕到的野手。哦，哎，一步嘛是50%，嘿嘿，安尼上好。啊，你有想要耍位无？刚我没刷，敢有想要耍？啊，就照安尼想，要耍就耍。照安尼啊。好来，你手甲扛起。爱飞超过1空才有准绳哦。哦，啊，毋过摕到保证也摕袂到咧。来，加有请飞，较大力量，啊，飞超过1空哦。因为有一空1空啊。有吗？敢有？哎，是毋是有1空吗？有嘛？有啦，有一空啊。刚拄啊好，拄好过1空。若是更较出来一滴滴啊，都有机会啊。来，小朋友来这，来这，来这，来来来，赶紧啊，有对咧。赶紧啊，啊就金扣扣啊。虽然无摕到保障，你今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真好耍，真好耍，真好耍联合欢喜，安尼咧，意思你咧。好耍。好耍啊，伊拢笑眯眯啊，一定感觉对头到尾拢真好耍。啊，所以你咧，嘛是真好耍嘛。是真好多耍。水的。我嘛是，你嘛是，啊，感觉会感觉无摕到保障有淡薄遗憾无？没，袂啦。没啦啊，若是会另抓再过来拼，好唔好？快再来啊！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台